留在泰国5个不同难民营中的维吾尔人的呼吁表明，这些维吾尔人除了忍受了7年的苦难外，还遭受着深深的精神痛苦和绝望。一直关注维吾尔难民问题的国际人权组织之一人权观察组织亚洲主任苏菲·理查森女士人权观察组织亚洲主任苏菲·理查森女士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1周前，我收到了一些有关泰国维吾尔人情况的积极信息。泰国既没有在中国的压力下将他们引渡至中国，也没有在美国的压力下将他们释放。另一方面，我们正在寻找方法，通过利用冠状病毒引起的令人困扰的局势，并转移问题来帮助他们。我不知道确切的去向。中亚地区著名维吾尔歌手和艺术家艾图根·哈桑诺瓦于3月2日去世，享年87岁。艾图根女士于1933年出生在伊犁，在1962年文学和艺术界受到镇压期间，她逃离了中国的迫害，与数十万维吾尔人一起移居前苏联。自1970年代以来，她一直在乌兹别克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旗下的维吾尔族姆卡姆合作团工作，与其他艺术家一起。他在录制12姆卡姆唱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想念》等歌曲受到了公众的欢迎。安卡拉哈克拜勒姆瓦里大学的讲师阿布都吉利里卡尔路科博士，在由卡拉布克大学创新俱乐部和土耳其青年基金会共同组织的东突厥斯坦学员的第3周，就东突厥斯坦的宗教、经济和文化生活发表了演讲。他说，东突厥斯坦有130多种矿产资源，这占中国矿产资源总量的83%，铜储量丰富，有许多金矿，石油储量达1600亿吨。21世纪的科威特以其石油储量的不确定性而闻名。就其战略和地理位置而言，东突厥斯坦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他说，东突厥斯坦的地下和地面资源是增加中国胃口的主要因素之一，特别是自1990年代以来，由于中国的移民政策，该地区的中国化以及试图改变人口结构的结果，东突厥斯坦的土耳其人日益边缘化，汉族人变得更加富裕。在乌鲁木齐这样的工商业城市，人口的97%是汉族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特德罗斯·阿达诺姆·吉布里亚索斯说，除了中国以外，在日本、韩国、意大利和伊朗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情况最令人担忧。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已知在62个国家中约有 8.8 万人感染了武汉肺炎病毒。在怀疑处于警戒世界的电晕病毒的最新情况时，病例数达到了92315例，其中有8万人位于中国大陆边界内，韩国有5186人，伊朗有2336人，意大利有2366人。因冠状病毒丧生的人数增加到3131。在中国之后，死亡人数最多的是伊朗和意大利。另一方面，官方消息称，美国已有125人感染新型冠状肺炎，死亡病例为9人。在瑞士洛桑举行的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会议之后，发表了书面声明。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表示，他们将遵守世界卫生组织有关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建议。由于武汉肺炎爆发，东京奥运会可能被推迟，将于今年在日本举行的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未来仍不确定。而由于动荡的冠状病毒流行，许多国家，尤其是远东地区的体育组织被取消或推迟。据媒体3日报道，日本奥运事务大臣樱田义孝当天称，根据东京与国际奥委会签订的合约，东京可以将奥运会推迟至今年年底举行。